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4月12日嘅客家清新闻，我是陈彦祖。今边呢又是拜日呢，又到礼拜六日，大家呢辛苦的规早礼拜哦，今边做得好好来不用轻松的哦。不过呢，假使呢观众朋友想要利用礼拜六日出去聊聊，咪还会提醒乡亲朋友哦，也呢是防疫期间，大家出去的时间呢，尽量看某些人按多所在，韩国出去的时间呢，咪记得我来带最美，韩国我来保持社交距离哦。然后呢，咪要提醒乡亲朋友诶，就是讲尤其是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，也容易呢天时会较寒地位哦。前主要呢就是讲，数到早晨的时间呢，北部地区还有数到一条封面水气影响，还会落一些些的雨。不过呢，都会下注过后，依旧就会渐渐的停下来。不过呢，都会临暗的都天公早晨夜段时间，台湾地区会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。故说呢，从北部地区也气象局係針對嘅北部嘅6個縣市發布嘅大溫天報，前主要呢就係啲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，那我哋韓國有像桃園市、新竹市同新竹縣也6個縣市發布嘅大溫天報，最講呢26日26個縣市有可能會出現10度以下大溫，提醒大家呢啲出去時間唔但將會記得做好防疫，未會做卡少難地位。好，接下來呢就對近邊報紙頭版頭條來關心。近邊有關武漢肺炎有哪條重要嘅消息咯？先對一啲蘋果日報當局來看到，喺蘋果日報當局就有特別來講到嘅，就係講亞報嘅台灣同一個世界衛生組織，前主要呢就係講世界衛生組織嘅秘書長譚德塞22片有2多，嗰種呢一啲蘋果日報嘅當局呢就有講到嘅。衛福部長陳時中呢，佢就批評講，世界衛生組織係內行人講外行嘅話，也主要係乜嘅爭議咯。而家呢就先對籌備嘅新聞報道對象來了解發生嘅乜嘅事情。關於武漢肺炎有先增加3例，都係境外3例。按383年本到美國工作，3月31開始為5訴訟，冇在到，此刻遲到貴姓少少。按384從期帶到美國，4年初3開始為籌和油炭。按385係到法國圖書，4年初4開始為撈皮水、皮色色，初期有多少個檢討，經過衛生單位通報才敢過後確認。那這3位都是境外移入的哈，那相對在台灣裡面是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之中的哈。比較貼切講是講這內行人講外行話啦哈。面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 指控台灣冇提出年前應該警告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求直接公布，該東西通報本 IHR 國際衛生條例列路應該填字有檢傳聞，該是該東西求提醒，中國已經出現非典型肺炎，還有病人做隔離治療了警告，陳時中喊罵 WHO 唔好再個做唔出嚟。我想任何公衛或任何的醫師都明白，什麼狀況是需要被隔離治療的。好，那當然因為我們手頭上並沒有這樣的一個 case，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證明，只是有這樣的訊息，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跟 IHR 來表明。國外有醫學雜誌先前發布了隨地社會嘅研究，老認為重置死亡率有日本類比，到美國、歐洲、老日本用隨地社會嘅病人重置死亡率係13%。指揮中心10年中上宣講，台灣一下未有救殺重置病人，當到該種，而家已經順時冇用條氣機類治療。中上宣講，隨地社會可能係一下最有效果嘅咗。客家新聞王玉順前面記特別報道。好，指揮官陳時中會按用台通做來批評世界衛生組織，前主要呢就係講，因在啲去年大時節呢，佢中國嘅片就已經標出也嘅武漢肺炎疫情。因台灣地區呢係啲12月30日，去年呢12月30日就已經寫信呢，本一個世界衛生組織來做出提醒哦。佢嗰邊呢就講到誒，講佢中國嘅片已經有出現呢7例武漢肺炎。基本上提供係武漢肺炎，提供係都有可能像SARS按呢非典型的按呢肺炎的疫情咯。基本上呢，佢還有講到，就係講所
佢嗰片呢，已經有病人已經接觸隔離治療嘅，也嘅隔離治療係非常重要哦。就講嗰陣時，台灣嗰片講，就講喺去年第時節就提醒世界衛生組織講，一個武漢肺炎有可能會出現人車本人暗用嘅情形。唔過就係講呢，現在亞報嘅 WHO 同台灣地區呢就有壓到，而 WHO 呢啲前幾年嘅時節就有講咧，講喺台灣啲去年嘅新年度方根本就冇講到為人車本暗用情形，唔過針對暗用講法呢，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都唔認同哦。佢就講到呢，一個隔離治療係非常重要嘅關鍵哦。佢講呢，有任何一條有醫學背景嘅人，一談到一個隔離治療，佢就自家會動驚心，就因為講一個病毒係有可能會車本人嘅。韓國有隔離治療呢，就講現陣嗰陣時，大家對一個武漢肺炎呢都唔了解。嗰種呢，佢哋去年第一時節其實佢主要同世界衛生組織來做出暗用嘅提醒嘅，也係針對亞報嘅世界衛生組織同台灣，前主要就係講一個比較種談地使用人壓到，將會發生暗用嘅相關爭議。也呢指揮官就係持接留一個新嘅來公布出來，希望呢大家呢做得按呢看到較清楚到位哦。其實呢，唔單止係台灣地區對啊個世界衛生組織，比如種談地使嘅做法係都唔認同，也呢連美國呢咪同款唔下去哦。前主要呢就係講美國一下呢以前呢係見來見厲害哦，也差唔多已經有50兩萬3年已經差唔多嘅。嗰種呢個美國總統川普佢就認為講，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啦，啲一個防疫一部分爭議係做到都唔好。嗰種呢佢就認為嘅美國呢其實係世界衛生組織。也嚟建千多錢嘅一個國家，佢當然呢差唔多呢會建5億嘅美金本世界衛生組織，差唔多呢就係150億新台幣按度嘅組織咯。唔過呢，佢認為講，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擺防疫一部分冇做到嘅指引，嗰種呢佢。美國總統川普佢就有講到嘅，佢講天初來確保美國納稅人嘅錢都要好好來利用。嗰種呢，佢就認為講，沙亂呢佢檢背一個 WHO 安泰條件，美國總統川普也係按算可能呢會檢背其他組織，也係講美國呢會自家來成立相關嘅醫療單位，未來呢對抗疫情來代替亞利世界衛生組織暗用嘅角色。唔講呢，沙來呢也會用嚟來變化，其實呢韓係為前主要韓係為看美國嘅片，所有國非語言嘅態度哦，也係針對國際疫情嘅方面同大家來做說明。然後呢，現在你看到呢，啲亞嘅自由時報呢，當個係用講到嘅，也呢就係講真幾件多嘅新一代有多嘅兒童法規嘅規則咯。就係講說到以前嘅樣講，今年合議會已經起草嘅中央鴉片就冇為來判一個童法之哦。唔講呢，地方政府還係有條件事，還係堅持為來判。像喺雲林鴉片、雲林嘅兒童法之，既然啲亞經驗嚟開始哦。然之後看到呢，一個兒童法800條，跌到具體內容按用拍攝些證件係非常嘅強哦。唔講呢，一下就有民眾就受講就駕駛，也係疫情一下按嚴重，睇下呢出去駕駛差唔多為用。加上咯，基於林縣政府介紹就講啊，依個童法公園啊，其實上係動同封鎖，才差唔多有4公頃安法。嗰種嚟睇下，駕駛許多嘅片，又帶最尾又保持社交距離，仲係看講嘅兒童法，一部分嘅限係冇問題。唔過呢，限係提醒大家，佢出去留了時節，限係真件為做好自己防疫工作。那我哋一下睇下呢，按樣先為做好防疫工作。故所呢，面對國內啊，像係動到點價調價呢，嘅生理就造成動態嘅影響哦。你看到《中國時報》，《中國時報》呢，其當個呢就有講到，現在前一波嘅其實指揮中心就有公布一個社交距離嘅相關措施。韓國呢，一下疫情案例開，嗰所有動到嘅鄉親朋友，家條一下都唔敢去一條送錢啊，韓國都唔敢去往百貨公司哦。嘅《中國時報》呢，當個就貼出動到送錢嘅相片，從下邊係基隆嘅名後亞斯，一個基隆嘅名後亞斯啊，其實唔單止係禮拜2日有非常嘅多人哦，嘅從有動到外國人下都動好去，就連啲平常日拜1到拜5都會按補亞時間呢，其實一個規嘅記錄項都會減到人哦。唔過你一下就看到嘅幾條路根本都冇買人哦，佢看起來都空多多哦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從高雄動有名嘅六合亞斯。
佢主要點解講，一個留學雅思對雅思嘅路後，安尼看到路面嘅幾條路，看到過去都根本都冇滿意咯，實在係非常非常慘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將屏東嘅kend電太極鴉片，咩啲雖然講呢啲也嚟前面連續假期有動動人氣，唔過呢都有亞經驗嘅指揮中心特別提醒，大家莫去按到人嘅所在過後，其實咩係對家庭身體造成動態影響。而沙來呢就係看人嘅新聞報道，看亞嚟防疫措施，沙來韓國用嘅來加強，又對身體嘅身體造成嘅影響。一個重提問，佢天幕做少，韓外大專 M 將生意奇妙紅敗家，雖然敗家變到較麻煩，唔過為咗防疫，民眾還係願意配合政府嘅新政策，知道規定較多，未為較安心到。這種措施很好，這個期間本來就是要配合以防那個疫情擴大，這樣對大家都好。因為防疫期間，像這樣的話，這個措施是臨時的而已啦，一陣子而已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除夕宣布，有面嘅景點，國家公檢也是含有9秒內開始實施人流管制，降低群體感染嘅風險。香港東興街太甲指南宮8月早旬就派出東道志工到村口來做管制，廟方未見公布來先拖。即嘛咱連年嘅關注啦吼，控制到第100個內底，莫超過人，個人入來，這個距離一定要保持。過來咱即嘛就是良平入，好平出。最重要到鎮瀾宮來拜拜的人，我們都要求他戴口罩。今年要講朝天宮、苗栗帕沙大宮天宮呢都有名嘅廟市，民眾開始做人流管制。我新北市中後有人係講為全力配合新規定，也是傳統市場同上千嘅單頭同人卡，那係無大專 M 外發3000到15000口。我們原則上，處罰是最後的手段，不是一定要做的手段。原則上，先規勸不聽，我們才有處罰。要嚟訓練家掛口罩，你這標準係保持社交距離1公尺啦，較規則嚇。kend電太極未進行規定，警方到村入口來做人流管制，呼籲民眾愛大專 M 保持社交距離。雖然人潮同前面連續2年來比，顯明小批動多，不過kend電太極判點密速度，西風路未唔壞少，安全巡邏時新規定未係太條件。記者求接排拍分權綜合報道。今日對新聞報道都好呢，現在你看到呢，政府也為到喺防疫，就有對東道嘅所在提出嚟管制措施哦。也唔但像像雅思啊、松田一路所在連廟司也呢咩規定，為來單一嘅出口，希望呢來控制大家呢唔好對按道所在來入去，按呢呢將會增加防疫嘅難度。嘅一下呢，大家按3萬左右防疫，其實對一條調價就造成動態影響哦。嘅從喺留學雅思嘅地度呢，就有點價公道，也係買一件唔同入閘。佢講呢，佢當年嘅成立漲出嚟都差唔多700人元、800人元，按照前根本嘅成費強強就會捱唔下去哦。係嗰個像買嘅漢堡股嘅彈性呢，佢就講，佢一年漲出嚟都差唔多200人元，根本就冇辦法做一年就了一年按到錢。希望呢政府3萬單位同亞洲聽捱過難關哦。然後呢，唔過呢，雖然講。佢嗰陣時上禮拜時節，前面連續假期有動人出去留了，唔過呢，佢指揮中心就動社會，就係講嗰陣時呢，對於前面連續假期結束過後呢，佢因而認真講出現可能嘅相關整體去採檢人數，就已經來到1800人，係創下以前發生到咁程度嘅。而呢，一個疫情嘅採檢結果呢，已經漸漸嘅出來咗。就講呢，指揮中心就宣布，佢差唔多呢，佢針對嘅其所有嘅人來進行採檢過後，也已經有791人呢，都已經檢測出來係陰性呢。嗰種呢，長大家就唔是按緊張，唔是按個社會哦。而呢就有記者呢就問一個指揮官陳時中講，佢先前啊一個。前面連續假期嘅也嚟可能嘅採檢嘅病例也係陰性，後面就表示講也嚟疫情嘅相關嘅警告就可能無按緊重嘅。嘅指揮官陳時中呢就含係無留法講到暗示哦，佢就講也其實係防疫期間含係希望呢大家盡量呢為較強心啲嘅。雖然講呢先前冇表述疫情，唔過大家也下呢含係總得青菜亂走哦，按呢呢未卡大家呢假使大家出去時間人按
唔多，你政府嘅措施也有防疫嘅困難咯。而你面對嘅防疫唔但想提醒大家呢，我嚟帶做嘅咩，一下呢政府也偏咩按算我用科技應對嚟聽防疫咯。最講你也行政院呢未按算我來研發，亦嚟沙搞人卡多數才會來做提倡一條相關 app， 希望呢啲新嘅大世界會來實施哦。一個 app 呢，前主要呢會提倡一條用嘅人哦，講假使唔出現啲人卡多數菜，也係你無同其他人來保持社交距離，都會來同做提倡。然後呢，佢咪同會同來記錄講有去到哪，有可能會同呢條人來接觸。假使呢有同確診呢一條偏患者有接觸，佢係呢會提倡為去做追蹤，為去做採檢，希望呢用科技一部分呢同大家來做好防疫咯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像Google 啊，韓國有像 Apple 啊，也兩間動態世界方動態嘅科技公司，也呢咪按算為來研發相關嘅 app， 希望呢為用數據嘅天味呢同來同大家來做防疫。其實呢一部分呢咪同一個社交提倡嘅 app 係差唔多嘅概念哦。所以講現在也係疫情案例開，咁唔但想醫護人員或對醫療也方面來做好防疫，對科技也部分呢咪希望呢為來提高也嘅防疫嘅能力哦。咁以上呢就係按健比同大家整理嘅新聞重點，咁都健比下晝嘅時節，就用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為來開記者會，同大家來說明按健比關於前線嘅疫情，請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。